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创世纪31章43节到32章的第2节，提摩太后书第2章14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义与不义。我们都知道，当大卫犯罪抢夺了乌利亚的妻子别是巴的时候，先知拿单就跟大卫说了一个比喻。大卫听了那一位不义的富有的人的作为之后，就非常的义愤填膺，斥责那个人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拿单却告诉他，你就是那一位富有却不义的人。他自己有妻子，却靠着自己的权柄害死了乌利亚，抢夺了别是巴。在现在社会的新闻里面，我们也时常听到那一些抢夺比较多遗产的人，却常常责怪那获得比较少的人，甚至制造谣言说污蔑说那些人是比较贪心的。这样的人跟大卫都是一样，自以为义却不知道自己是那一个素行不义的人。正如创世纪所记载雅各的舅舅拉班一样，他对要跟他分道扬镳的雅各夸口，一切都是他的，并且要求雅各要行义，并且因为上帝是在鉴察他们。但是他都没有想到，当他自己在欺骗讹诈雅各的时候，是多么的不义啊！上帝也在鉴察他的作为。创世纪31章43节到32章第2节记载到，拉班回答雅各，女儿是我的，外孙也是我的，连羊群也都是我的。其实在你的眼前一切都是我的，虽然我不能留住女儿和外孙，我不如跟你立个约，我们来一堆石堆作为我们立约的凭据。于是雅各拿了一块石头立作纪念碑，他叫亲人捡石头堆成一堆，接着大家在石堆的旁边一起吃喝。拉班叫这一堆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他，雅各称他为加累德。拉班对雅各说，今天这一堆石堆在你我之间做我们立约的凭据，因为这地方称为加累德。拉班也说，我们彼此分开以后，愿上主鉴察我们，因为这地方又叫做米斯巴。拉班接着又说，你若虐待我女儿，曾或是他们以外另娶，即使没有人知道，要记得上帝在鉴察我们。我在你我之间堆了这堆石，这是纪念碑，这堆石头，这个纪念碑提醒我们，我绝不越过石堆去攻击你，你也不越过石堆或纪念碑来侵犯我。亚伯拉罕的上帝和拿鹤的上帝要在你我之间判断是非。然后雅各指着他的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发誓，要谨守这诺言。他在山上杀了牲畜做牲祭，邀请亲人一起吃饭，吃完之后他们就上山过夜。第2天早上，拉班吻别了他的外孙和女儿，祝福他们，离开那里回家去了。雅各继续他的旅程，路上上帝的使者来见他，雅各见到他们就说，这是上帝的军队。于是那个地方叫做马哈念。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，也劝勉提摩太以及当代的基督徒们，要尽力的服侍，让上帝喜悦并看为可取。
成为属于上帝的人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14节到26节，保罗的劝勉这样子说道：你要提醒大家，在上帝的面前郑重的劝诫他们，不要在言辞上争辩，那是毫无益处的，只会腐化听的人。要努力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、问心无愧的工人，正确的讲解真理的信息，要远离荒芜无稽的空谈，因为这一类的谈话使人远离上帝。他们所谈的是那个腐蚀肌肉的毒瘤。这些人当中有苏米乃和非里图，他们离开了真理，竟说复活的事已成为过去，因而动摇了某些人的信心。可是上帝建立那巩固的根基是不动摇的，在这个基石上面刻着主认识属于他的人，又刻着那自称为属主的人必须要离弃邪恶。每一个大屋子里面都有许多的器皿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的用在特别的场合，有的用在普通的场合。人如果自洁，脱离一切邪恶的事，就能够被主所器重，因为他已经献给了主，为主所重用，来做各样的善事。你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，要跟那些心地纯洁、祈求主帮助的人一起追求这个正义、信心、爱心和和平。要弃绝那种愚拙无知的辩论。你知道，这种辩论往往会引起争吵。主的仆人不可争吵，他应该和气待人，殷勤劝导，处处忍耐，用温柔规劝敌对的人。也许上帝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使他们认识真理。这样，虽然他们被魔鬼抓去了，被迫顺服了他们也会醒悟，从他的罗网当中挣脱出来。诗篇121篇。我举目观望群山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我的帮助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不会让你跌倒，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。看啊，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上主要保护你，他在你的身边庇护你，白天太阳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，他要保守你的生命，你进你出，上主都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，行为都有主的标准，都愿意成为上帝眼中所看重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